智慧，讲台语，下百万。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家庭，10家。欢迎。水，台湾查某囝，我上水。水啦，台湾查某囝啦。来第二组的来宾家庭，欢迎咱的雷家，瑞堆，来讲台语上水气，达弟弟，欢迎上水无对比。好啦，你欢迎八位拢个一定爱欢迎上进。来，咱今麦周你台。请，来，谢你。豆豆行啊！来，谢你。来，请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，今日这两队吼，拢真熬，伫音乐内面吼，拢是有影是即马安尼啦。嘿，是啊，今日当请到因来的少年，其实来过。嘿，阮这边的队长来过，我唔知迄边有印象来过无？无来过，无来过，不要紧，咱等下好我介绍，咱先介绍阮这边是台湾的查某囝，哎呦是不是？阮4个年我来啊，阮这组的来宾队长哦，决心嘛，决心啦，你是决心啦，你是这上个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李德心，今仔日带来花莲的查某囝以及中华的查某囝，介绍你的队友，来。李小姐，阿雄哥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为花莲上大景的学校明义国小而来的陈金敏，大家拢叫我陈老师。好，来个介绍来去欢迎，大家好，我叫张茜茜，我为花莲开一店咖喱店，叫加多喜。欢迎美秀姐、阿松哥有空到花莲玩，大家吃吃咖喱。我们今天温东是为着竹心好朋友来的，嘛是为着100万来啦，嘛是爱讲啦。顶抓来有送咱咖喱，对，真香。就是俺若去花莲的时阵，来到阮那落啊烹调者，张茜茜房间，支持一下哦，哈，是欢迎你哦，来个坐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吉儿，我为中华来，后正开一间迄个春吉冰店，啊，伫中华百万附近。啊，今仔阮阿爸母嘛有来，伊是迄个阿爸母了，伊是专门有智慧的麻将，超级大麻将，一工拢爱看2届，顶半嘛看。真的啊，谢。爸，不要紧啦，阮100万直接等你，你随时来报名，你就通来参加。网络顶管拢会使报名。好，把查某囝搁带来。是。好，欢迎你哦，是欢迎你哦。好，来，阮这边介绍完了，换你这边。啊，我这边嘛是咱的立委者啦，欢迎咱的瑞德。啊，李书记啊，上哥好，我是王瑞德，啊，这是我的专辑达弟弟。感谢。哎呦，这名咱高追啦，达弟弟。哦，那好这名才特别。因为内底有真侪故事，就是甲我家庭故事有关系的达弟弟的一寡故事。一般人心情故事写在歌内面。有当时来讲点弟弟，伊是达弟弟。嘿，对，其实伫华语上嘛有无共款的意思，就是滴滴答答，敢若目屎咧流，啊落雨天，这款的声音甲迄个画面，拢甲写伫咧这个主题内底。欢迎你哦，调奖，多谢。加油哈！哎，欢迎你调奖，欢迎你调奖。好，不要紧，继续甲介绍你去。啊，今仔甲我做伙来的朋友是我的山友，自我介绍还是？大家好，我是会晓煮食、会晓弹吉他的刀比哥。啊，我上食爬山叫做金头山。好，欢迎你呢，来介绍你去。大家好，我是迄个鸡巴角兄，我拢徛伫尾，我拢徛伫尾四界走。欢迎哥哥咯，好来，介绍你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怡嘉，所以我英文名字叫做IKEA，我嘛是伊的山友，我们做阵去爬过足侪大粒的山，亲像玉山啊、雪山啊这的山，对，我是会钓的山友，正啦。无唔对。好，今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好，现在欢迎咱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台语歌声通人宝，点心好食人学乐。台湾的小食，较上影嘛是真好食啦。是好，大家拢知影有100万对吧？100万伫遮嘛，互大家看到。不过这是爱有代价，才会当摕到100万哦。爱比赛，爱过3关啦，来打3关的。今仔日吼，就是初赛第1阶段，啊，今日来赢，就使进入复赛第2阶段。第2阶段佫赢，就进入第3阶段的决赛，尾啊就要摕到总冠军的100万哦。是，等恁摕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
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挖大饼，来台语新词大调查，是要调查啥货咧？是，譬如讲吼，举一个咧，我特别拢讲这个无人机，大家拢知影对吧？哈，要安怎讲？但是伊咧讲台语词的时阵，要安怎讲咧？是，一定有无共款的讲法。阮本节目呢，足用心的找一个民间调查公司，甲所有新的词，大家足接讲的词，去找超过300个人。问看嘛，上接讲的迄2个词是倒一个较侪人用，倒一个较少人用，互大家来选择一个。啊，分数安怎算？哦，咱这回合拢总3题，你若拢摇到，才得到6000块哦。 6000块，这个6000块，加油加油！做基本咯。好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鸟蛋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鸟蛋大家拢看过啊嘛，吼。美秀这边是洗卵，哦，是安怎？因为一定爱洗一下，洗一下伊才会开。是，所以真简单，就是洗卵，嘿，简单啦。是，阿雄，我这边是会使讲练卵，嘛会使讲恁卵，就是爱用练的啊，个练有哦，爱个练者哦。我是洗，啊，我是练。 哦，我是甲练有敢有共款？基本上差叔叔啦，差一叔叔，意思差不多。对。啊，毋过打一种是上侪人在讲的，是我的洗卵，啊是我的练卵咧。来，咱2队请选择，下当个风险唔开了紧哦。哦，来，这边有风险，咱有分开。嘿，你选的是我的洗。 是用手去洗嘛，无问题啊。是，你嘛会感觉如果若是讲2个，互你念，你会念洗卵。我感觉洗卵听起来敢若较练长。较练长吼。对。是，啊，若加你这咧，练就是一个手安尼。安尼一个嘛，一个屈势，敢若开迄个罐头啦，安尼用力。不过练的时阵嘛是敢若甲洗差不多呢。对啊，差不多，只是个动作可能较无共。哦，好。 练甲洗拢有吼，来，我这边是拢选这边的哦，是，恁感觉嘛是洗？对，我感觉敢若是一般人可能会开就是安尼啊，感觉是洗，感觉是洗，第一个感觉就是洗，洗吼。第一个感觉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洗卵。真正较练长啦，对啦，较练长。好，这2个差不多平手哦。迄个练卵还是练卵，伊是49.7%。49，差不多呢。对啊，洗卵50.3%。所以其实2种拢足好算的。嘿，啊，迄个就是讲我小可解释一下，因为咱台语有足侪迄个甲练同款的，啊，不过以这2个来讲，这个迄个练卵吼，迄个练，伫我语感内底，伊是一直发展，所以是较直线的。啊，不过迄个洗卵的，咱像伫遐洗玲珑啊、乌龙洗刀啦、洗路啊，所以迄款有较圆形的感觉。吼啊，就是咱迄个机器，吼伊。 你用落了后，其实是足侪迄款胖的动作。对。嘿，啊，若我要选，我会加入50.3%这队，所以较侪人讲是洗卵，啊，不过拢会使，只要大家欢喜去耍迄个游戏就好啊。好听就好啊。好，来，咱取消第2题来啊哦。请取消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粉丝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 哦，不是分析哦，分析当混做嘿，美秀这边是会友，伊就敢若一个花共款，因为咱的落啊卖真济喎，拢啊一堆咯，就敢若有什么花，什么花，花材拢是会友，对，无对，所以我的答案是会友，上简单啊，会友，啊那我是卖酱。 麻将嘛，歌麻、影麻吼，拢是麻，所以是一群人足多叫做麻将。麻将哦，啊，不过打一个上侪人讲咧，是我的会友，啊是我的麻将。是，来，咱请选择，美秀、阿雄、演一边。
较实有影你的卖相真好听，是不是？我嘛是感觉卖相真好歌听名影卖对不？嘿，唔通我这边唔通是导游就好，导游就阿弥陀佛啦。是，会友其实看起来，我感觉啦，听起来敢若较老。啊，若卖相恁感觉嘞？就是感觉较实行啦，较实行哦，有卖这里对不？会友敢若是真早以前咧讲一寡歌友会的感觉吼。哦，对，敢若年会跟阮较侪感觉的感觉，较祖亲，是较祖亲嘛，是。像我头讲华仔嘛吼，嘿，华仔，啊，那咱的冰店的姐姐咧，我头仔讲迄个，阮阿爸母拢是迄个全家有智慧的卖相。哦，对，头都有讲到呢。所以讲应该是爸爸妈妈台语嘛真好咯，无唔对，拢会讲的对吧？来换问咱的多比哥，我是嘛感觉讲卖相较接听到呢。嘿啊，迄若会友，敢若咧标好遐朋友。无就唱歌的朋友啦，好啦，标会也是会卡啦，会卡对，会卡嘛。会友是通啊，咱唱歌哇，歌友会啊，这种的是好。啊，那咱这边呢？我嘛是选迄个卖相，因为粉丝的迄个英文就是粉嘛 ，fans 嘛，所以应该这个字是有对啊。哦，有对，翻起来。对。哦，卖嘛。好，来，到底是我的会友还是我的卖相咧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会友。哦，你看大家我呢啊惊吓，对，一分拢无所以得一定有伊的道理，啥来叫做会友啦。对啊，是，迄比例是偌济？好嘛是有差呢，有差一块哦。卖相是40.8%。会友是59.2%，所以是差不多10%。好，啊，咱拢是少年的迄边卖相，啊，毋过迄个拍数较少安尼。好，啊，先讲者，因为以前拢有歌友会啦，啊，伫即个会友内底，可能靠组织去做一寡代志安尼吼。啊，英语内底咱是叫做 fans， 所以我fan。啊，若做讲足侪人就是 fans， 就是一个群体，所以我是你的 big fan。毋过佮另外英语有 huge fan， 所以你若 big fan 就是粉丝，啊 huge fan 就是粉粿。哦，粉粿，所以有人分生起来。粉瓜，迄规个上班拢互你啊！这个数真赞咯。所以台语就好算诶，吼啊，就是。一般因是讲会友，啊，毋过你要讲卖相嘛是会使啊。是啦。好，咱大家拢是因两个卖相安尼，全家有智慧的卖相。哦，不要紧啊，咱个上尾一题哦。加油哦！来，咱促销。来哦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逆风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是逆风。逆风，美术这边的是剑。哦，剑，因为咱剑锋就一直甲对面呛。哎呦！哇，伊风来是毋真头，啊，咱若骑脚踏车上一直只剑锋，所以我这边是剑锋。好，啊，我这边就是阿姊头都有讲到对面墙，我是对头来哦，对头风，有哦，就是一直墙来对头安尼的。因为咱是盖反抗嘛。对啊，所以要盖对抗啊，对头来，你就一直甲剪落。不过我感觉我一直甲剪落。我感觉我剑锋袂歹呢。我感觉我对头风嘛袂歹啊。不过大侪是上侪人讲的哦，是剑锋。啊是对头风咧！来哦，两队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剑。哦，来，袂歹，也要甲风险甲分开啊。上无爱滴1000嘛，对吧？对，来先问者，咱的师妹。对头，敢若伫少年人内底，我较常听到。来，咱这边。我感觉迄个对头风，敢若是艺术上。较直接，但是可能一般的人会拣一个家己较无熟悉的字。哦。另外一种思考。对，两边拢有啦，拢有边金啊啦。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对头风。袂歹哦，是对头风哦，拢有分数。是。好，甲大家报告，对头风69.6%，正风30.4%。哦，差要一半呢哦。对，差足济哦，2倍济呢。对。好，啊，咱这个正风吼，有当时啊嘛会当讲正水。
譬如讲蚵仔鱼浸水，所以就是这款逆风的感觉。啊，拢总这个逆风吼，咱其实对头风、对面风、正风，啊，还有一个拄风，就是拄来拄去，迄款拄风拢会使，四种拢会使讲。嘿，好，多谢。来，先看咱心价。心价即摆分数是2000。嘿，啊那咱的雷家咧，雷家即摆有3000哦。好，来继续2300，继续来去咱的第二位啊 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嘿，阮今日要带恁去看过去，是。看过去之前，规矩爱先讲一下。好好好，哎，甲两位报告一下吼，咱这回合拢总4题，一题3000，你若拢抢到，就是12000哦，加油哦！12000哦，有提示看要看啥货，恁就斟酌看哦。好，来上个，咱先提示哦。好好好，刷落来这要带恁去看的吼，是日本时代一个真重要的设施。哦，听清楚，重要的设施哦。日本时代哦。哦，日本时代哦。来，咱今日要去倒咧，咱请看。哦，你叮当啊，你叮当啊。哦，这足大片的咧。哦。哇。哦。哎，水是咪流唔掉冰哈？嗯。会给你设施哦。哦。哎。厉害厉害。迄根区拢无共款哦。对啊。哎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是，头拄我看到的是咱日本水利工程师北田武一伊所起的物件，啊，这个物件吼足重要的，伊帮助台湾的农业发展甲足好的。你敢知伊是啥物款的建设呢？啥物款的建设？哦，互咱台湾愈来愈好哦。农业发展哦。农业的哦，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。哎，来，是咩？水准。水准，对，但是伊是水准对，但是八田鱼水库有一个水准足有名的。迄个水准。4个字。是正经的名还是？即嘛马够用这个名。是。顺你上尾啊你。你若是中南部的囡仔，应该就会知影。恁两个是倒位人？中南部，台南人，嘉义人。台南啊，这题目就跟两位足有关系。准，是准哦，足大诶，足大诶，专门水准。哦，因为我知影专门水库嘛，所以我甲买啊一个。专门水准。做准，专门水准。专门水准，袂歹哦。袂歹啊。好定就是哦。有想法啊。专门水准。来，老师对唔对？还是唔对。因为让我别人啊。是啦。来。敢会是乌来水准？乌来。伊甲恁两个有关系？乌来伫咧台北的北边。啊，唔是啊，讲唔对去啊。甲恁两个足有关系。加会当去讲一摆吼。来。嘉南水准。嘉南，因为以前敢若是个嘉南大准。嘛是可以。你决定一个，啊，互老师裁决。嘉南大准。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是会使正确。厉害！好，来分数。终于得到3000咯。这个爱念做大，因为一般是生活中较有的物件，啊，咱有分大准高安尼吼，所以念做嘉南大准会较好势安尼吼。好啊，这个是咱嘉南平原最重要的这款生命源。伊伫个迄个1917年的时开始计划起，到1920年先起乌山头水库，毋是有来吼，遐是泡这份对。好啊，因为这个乌山头水库，伊的形内底有足侪岛屿嘛吼，所以那酸湖共款，所以乌山头水库咱嘛叫做酸湖潭吼。啊，伫迄内底伊是连接这个嘉义佮台南。啊，不过伊正确的住址伫关田。啊，为什么关田？因为遐有足侪人
就是种田、祖产咧种植嘛。啊，迄当阵收成无好，所以日本时代的是第一个线索是日本时代即个北电武一直来到遮，伊就发展即个水利，所以伊先起水库了，互遐个线那像咱的货路共款，就通出去。通出去了，嘉南边缘甘蔗，啊，佮有水稻啊，拢全部就是收成，吼，就是变做足济啊。就是安尼，咱即个水源算作是迄个嘉南边缘一个足大的生命力，到呾拢搁咧用。啊，无咱台湾风台足济有雨水，毋过中央山脉流袂掉遮的水，嘿，所以大家爱珍惜水源。好，来不要紧，后手阁有3位哦，来咱今日换人。第2位，即马是6000。甲咱的2000哦，加油！咱这边一定爱加油哦，咱的心加。好，来，咱先提示哦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要互恁看的是1960年代的一种交通工具。好，好来，咱今日要去倒咧，咱请看。这工具。哦，足清楚啊。哦，对。哦。请问大家，甲竹啊摕来用做倒水的物件，伊号做啥物咧？好来，甲你姐姐，竹法、竹筏、竹做的竹嘿做的船啊，竹做的船。 1960年代，大家用竹啊做渡船的工具，请问是啥物咧？ 接下来要互恁看的是1960年代的一种交通工具。好，好来，咱今日要去倒咧，咱请看。哦，这工具。哦，足清楚啊。哦，对。哦。 这种这即马嘛真济呢，即马系啊，上方便的啊，上方便的，是来要出题啊哦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大家，甲竹啊摕来用做倒水的物件，伊号做啥物咧？好来，手讲好，来咱请手答。好来，甲你姐姐，竹法、竹筏、竹筏啊，台语安怎讲？台语安怎讲？竹做的竹嘿做的船。 啊，竹做的船，伊毋是安尼嘛吼，安尼，嘿，竹牌啊，哦，安尼哦，好，林静美，嘿，林静美过来啊，老师竹牌啊会当无？竹牌啊，健康。咱这叫做竹牌啊，买当叫做竹牌，买当叫做牌啊。啊，谈到迄个华语，迄个是话，咱无安尼讲吼，所以大家咧思考台语的时，尽量莫去想华语，吼，去想台语词。啊，因为迄竹竿啊，伊是迄个内底空的嘛，吼，所以伊内底有空气，啊，浮力较好。啊，迄当阵做的工具是交通工具，也是咧载人。 所以有梯度，吼啊！后来咱囡仔有当时咧算嘛会算下，有一阵啊台湾的经济，19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，所以咱有足侪囡仔拢用帮模咧做竹牌啊、皮啊个，吼，迄是真危险。吼，毋过总共一句，这是一种交通工具，即马嘛当做游览工具。是，多谢。好，不要紧，来还有2位哦，来今日换人。 好，来，咱即马先提示哦。好。来，咱即马出差1000尔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是刷来这影片吼，是一个大家拢爱去的所在。哦，真好，大家拢爱去的所在，拢爱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要去倒咧，咱请看。好，迄阵安尼食古水。 对啊，哎呦，阿未请手的，未来看完，嘿嘿。来，咱看完哦。金张。哦，以前是安尼哦。是啦。哦，是，就是迄个小岛，
互你想要甲吹去啊，就是对啊。原来是安尼哦。我还没出题咧。嘿，爱出题了，无食着，唔是问迄哦。对啊。吼，出题了，咱甲吹起哩哦。对啊。爱听我讲哦，咱车手当当唱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车出题。请问，这个结合咱的天然甲人造，而且佫有水库功能的一个湖，你敢知伊是倒位的？好，一个湖。这个哦。阿妹，我未车出来咯。好来，看唔清哥哥说你哦，听好清楚哦。嘿，一个水库的功能的湖，嘿，伊是伫咧倒位的？来，咱车手答。啊，绘画啊，不要紧，咱这运气无定着，伊唔知你就有机会啊。好，来，咱边点的搁这来，日月潭，嘿，你是看到倒位的？看到有潭。你看到有潭，好，有潭，走位的潭，潭配种的。你看到迄个小岛，嘿，不过迄个小岛以前边仔是有物件呢，嘿啊，敢若有人迄个亲像饲鱼啊，饲鹅，迄个一个一个，嘿，不过看起来敢若田呢，嘿啊，哦，真特别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日月潭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日月潭对唔对？健康。好，来，分数。恭喜得到3000咯！好，这个名世界同人知吼。啊，伊伫咧南投，因为南投是一个迄个内陆的即个县市，啊，中因就是拄好迄个日月潭伫遐吼。啊，啥叫做日月潭？就是你看迄个顶悬的图就知影，伊有一个那日头的，啊，一个较散的就那月亮，啊，日头迄边的。伊的迄个湖水是较光的，那日头光，啊，迄边是较暗的，所以伊的名是安尼来。啊，另外拄则大家有看到迄个岛嘛，吼，迄个岛伫阮细汉的是叫做光华岛，嘿，啊，就是讲因本地在地拢是一寡小族因的迄个地所在，啊，毋过迄个国民政府来就甲因变做爱光复中华的感觉。啊，结果9日伊大地震，咱大家知影南投着重伤嘛，啊心内足疼的，啊毋过无好的代志无一定无好。迄粒岛内底总共有铺出物件，就是铺出即个小族因的一寡遗迹出来。就因为安尼，因就知影这是因心中的圣岛，就叫做拉鲁岛、拉鲁岛，哈啊，即个意思。其实伫古早佫有一个名，因为因那像这个日月潭内底一粒珠啊，足水的珠啊，所以就叫做珠啊树，还是珠树，还是一个铺树，还是珠啊岛，拢有人咧讲吼。啊，因为即马变做小族，因足神圣的迄个，应该是爱人祭吼，的人坐伫遐，所以你一般的人，咱即马拢袂当去哩啊。你有钱嘛袂当去哩，咱这是。对每一个台湾族群的尊重，啊嘛期待大家爱行人本命，唔好乌白人好命安尼。所以这个所在，伊另外水库，咱就是甲日跟月甲合起来，所以变做明潭发电厂，伊是利用这个水冲落来迄款架度，所以伊的发电量对咱台湾嘛足重要的，所以这是足有名的所在，啊个足水的，嘿，是啥？好，袂歹，咱即摆6000、8000嘛是共款差2000啦，差不多。好，等下就看倒一边啊哦。好，来，剩最后一位哦，来，纪念活人。你提示甲提示，好，来，上个咱请讲提示。是刷落来要带恁看这物件吼，有真悬的经济的经济价值哦，这个所在。哦，真悬的经济价值哦，是真悬的哦。好，今日要去倒位咧？来，咱请看。哇！哦。哎呦，这应该一看知影咧创啥啦。哎呦，还是更加明显啦。对啊，飞来飞去，你看。是，这个位置嘛，嘛是搁伫哦。啊，搁伫的。嘛是共款，嘛是一个景区，大家拢会去遐佚佗哦。而且除了伊的功能，即马加一个观光的功能。是。好来，应该大家拢有心内拢有底啊吼。来，会记哩哦，车手站咱等下再送哦。
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是，这就是咱台南安平的盐田，伊有正悬的迄个经济价值。你敢知影？你头拄看到因是咧做什么工课咧？哦，因伫做的什么工课，拄啊拢有看到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哎呦，伊去啊！啊，一定要手转来。来，咱赶时间要等去困。来，因是咧拍盐。拍盐，拍盐。哦，是你有看到？哇，一个敢若山共款，哎，因这甲挂咧。这所在我捌去过。所以来，大声甲老师讲，这答案是啥？拍盐。拍盐，老师对不对？对，正确。来，分数我加落去。有你都加3000咯。是讲咱立正了后，有6大迄个盐埕啦，吼，就是咧拍盐的所在。按就是安尼一时啊一时安尼卡。啊，咱迄个台南遐就是日头较盐，吼，所以用拍的，啊天然的上好。所以嘛是白金啦，吼，就是台湾白金。啊，过来是因为遐迄个足艰苦的，啊，迄土地嘛拢盐的感觉，所以咱台湾有一寡盐分地带的文学，伫遐就是一寡台湾迄款反抗的精神，拢是为遐开始出来。啊，遐嘛有咸茶啊，迄个柑仔蜜，迄拢足好食。啊，这盐吼，其实咱到迄个。二战开始了，啊，然后伫1967年，因为咱台湾开始有迄个工业嘛，所以咱工业需要用到盐，咱就冻咧，无爱互伊外销。吼，啊，后来了后到一个坎站，迄个进口盐搁入来，咱从啊变做台湾即个盐吼，都拢失去啊，即马就贴迄个关山，迄个就是做观光较济安尼。好，来，咱即马要鼓励两队哦，来看分数。先看咱心家即马有8千。嘿，袂歹。那咱看咱的魏家咧，咱队到即马有9千。来继续哦，进来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来啊来啊！哦，问号，一个问号是什么话咧？问号，甲两位报告一下，代表的就是奖金，上最15000，上少1000，内底有迄个9000、7000的、12000的、10000的，拢会使选，尽量选。所以内面提示就是伫咱内面这题目，嘉义、山、即开身份证，美国、花莲、斗六、竹芳。吼，啊，阮有2个规则，就是讲吼，咱尾啊分数较少的，咱就先来选。吼，啊，搁有一个就是有一条救命的啦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分数。来，咱这边先选，先选可能会赢，因为你无条条你会选到15000。然后你选到就稳当当啊。嘿呀，好，安尼我要选的是。肉胖的，是我巴肚枵那叫做俗胖，俗胖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俗胖伊的奖金有偌济？3000哦，3000嘛是足芳，嘛是真芳啦，就对啊啦。是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足芳，鸡酒足芳，鸡酒就是补身体正赞的传统料理。你敢知影？伊是麻油鸡汤，还是冬瓜鸡汤咧？来，有看到哦，鸡酒哦，这应该拢知影吧？是麻油还是冬瓜？来，哦，嘿。麻油鸡，麻油鸡。好，咱来看一个，确定是麻油鸡。来，确定哦。来，麻油鸡对唔对？一般大家拢感觉讲听到迄麻油较热嘛，吼。其实伊麻啊本身伊是对咱迄个通便真好，啊，佮会当互你保持青春哦，吼，所以这是真好的。啊，因为唔管啊，这个冬瓜是较凉补。好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咱是拢食麻油酒啊。唔过上主要伊的迄款较通气血，是因为伊内底有酒，啊，佮有姜。啊，所以总共一句，因为安尼血路通，啊，佮互你袂发炎，啊，你就感觉规个血气足旺的安尼。换咱落啊，
好，要选倒一个咧？来，安尼我今仔是甲我的山友来，我就选山。山，好来，咱来看者，山的奖金有偌济？真正是好山哦，真正万五一定爱摕到哦，真正有冲起哩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的山区有真侪魔神仔的传说，内底迄个黄色号码小飞夹是伫什么所在出现的咧？救人哦！看救人来哦，来看救人哦！你捌去过？我本拢背过啊，哦，啊，毋过无拄过啦。你做咩去？我家真冇拄过。有这个传说就对啊啦。是。对。哦，好来，你的答案是？魔神仔的传说中，黄色号码小飞夹是伫什么所在咧？台湾的山区有真侪魔神仔的传说，内底迄个黄色号码小飞夹是伫什么所在出现的咧？哦，我要来救人哦！看救人来哦，来看救人哦！我的山友拢山友来，有山，你捌去过？我本拢背过啊，哦，啊，毋过无拄过啦。你做咩去？我家真冇拄过。有这个传说就对啊啦。是。对。哦，好来，你的答案是？玉山。来，玉山对唔对？来个嘉义，终于得到万五咯！这个小飞夹因为当迄个爬山的时有当时行落雨，还是讲迄较降吼，因拢穿一寡迄黄色的号码，啊，拢总有三个。但是伫迄个大过嚟啊，吼，传说是安尼，啊，因就是讲拢会共引带去较无好的所在安尼，吼啊，所以去爬山的时，有当时啊要上山之前，你若经过土地公庙啊，还是讲有一寡庙，咱若过即个庙，你无一定是信迄个宗教的，毋过就是手安尼虔诚甲拜拜一下，我相信迄拢是对土地的尊重，啊，莫去打人的物件，还是打人的迄个。就是有诶，算做台伫山顶诶，咱嘛爱共尊重，嘿，对，啊，所以交叉着，莫共交叉着，吼，啊，就是讲啊，若真正交叉着，真心共回失咧，安尼。对啦，这是上基本诶啦，没错。来，佮继续哦，是咪？啊，佮有万里诶，啊，佮一万诶。免惊。花莲。来，咱的花莲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真悬哦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花莲有一个真特别的公园，互人乌白走写字了后，甲骂人的话术变作是正式的名。请问是不要脸公园，还是小山公园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都唔免我叫人伊家己讲啊。来，你的答案是不要脸公园。来，好优雅。不要脸公园对唔对？来，分数我打给你。终于加1万咯！啊，若真正台语要讲一个不要脸，咱是讲袂见笑。啊，毋过伊若真正写台语起哩袂见笑，咱嘛是会当甲囥一个笑笑脸。对啊。囥一个笑面安尼。趣味的意思。趣味，啊，伫迄吉安乡。哈，所以大家若去会当顿卡一个安尼。来，搁选哦，来，对。啊，有万里的哦，嘿，啊，有9,000的哦。我来选嘉义。嘉义，好，来咱看者嘉义的奖金有偌济？7000，嘛真悬，搁他给你哦。哎呦，哦，一直热来热去哦，真刺激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喷水池圆泉是嘉义精神的代表，你敢知影圆泉中啊迄个石像，伊是画家陈定波，还是棒球选手吴明哲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应该大家拢会知哦。好来，棒球选手吴明哲。哦，你真正去研究过就对了。哎呦，好，来啊，姿势袂歹哦。好来，棒球选手吴明哲对唔对？嘉义其实咱的棒球足早是伫遐发展，即个叫嘉农嘛，哈。啊，咱魏德胜导演有拍一部片，哈。啊，因为这棒球是咱的国球，所以这拢是咱足公营的所在。而且伊迄个
雕像就是佫是请在地即个雕塑家来制作的，吼啊，伊名佫叫做迄个什么加农1931，吼，就是 Canon 1931，啊，真趣味就是。后来咱有家己有办一个展览，伫个111年的时，叫做科学168教育博览会，因就甲迄个吴明哲伊的雕像，甲穿太空衣，吼太空衫安尼，所以这人就感觉讲这是一个太空导球，吼，要甲咱的国球讲起哩外太空安尼。继续咱嘛是来听您啦，佮两题，一人两题，看要选倒一个，吼，先来。这开，讨论一个，这开，这开哦，这开啊！好，咱来看者，这开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真正有影这开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这开有分清明甲日皮等等，你敢知影一个这开大概有几工咧？会使画救人啊，若袂晓去画万里呢？救人啊！来，万里要救人啊啦！你不爱哦？无不是 ，Hello。我是讲怪，我讲怪，我嘛无法度啊。我本来想伊是讲5工，来5工。好来，恁讲几工？15工。15工。相信队友15工。好来，15工对唔对？哎呦，相信队友啦。厉害！好来，分数。恭喜得到万里哦！哎呦，我打给你啊！就是讲日头用射伫个黄道顶悬，差不多15工。啊，毋过你若较无爱即款科学的讲法，你着甲想做咱一粒圆，吼，就是左青龙，右青龙，吼。右白虎就是秋天嘛，在春夏秋冬，南朱雀，北玄武嘛。啊，所以你一个360度，你甲切做24就是15工。所以咱是用迄个国历、新历来去算的，你唔好用旧历，感觉讲迄是做世人咧看的。啊，咱有足侪俗语言语，拢是对这迄个节令节气咧行。我感觉是大家加去研究，吼，你就会感觉真趣味。啊，有的真正足合咱的生活的。继续哦，算足紧的呢，来，今晚话旅游。过来，安尼的身份证，美国。美国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美国奖金有偌济？嘿，1000嘛袂歹，嘿嘛袂歹，他去就对啊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无迄个美国时间是咧讲无用工啦？啊，你敢知影美国时间是因为文化的差别，还是因为物价无共呢？嘿，是文化，还是讲物价无共？会讲伊有迄个美国时间是为什么是而来的？文化差异，对，你感觉是安尼是毋是？对，好，好来，咱来看下文化差异对唔对？你只不会美国时间啦，来分数，终于有得到1000咯。这就是东方跟西方无共款的个性，因为咱西方因遮拢较追求自由，吼啊重视个人；东方遮、亚洲遮拢是较重视这个团体，拢为这个团体咧牺牲。所以伫因的时间的这款暗算内底，我上班时间就是做遐济代志啊，上班时间到我就是要下班，无像咱拢搁加班啊，头家甲咱安怎讲，咱搁加做安尼吼，所以。以这款时间的观念，对家己的迄款保守来讲，人就感觉美国人较侪时间，啊，咱台湾人乃会遮痛苦。所以就是讲，我若加出来时间，我较无迄个美国时间，甲你伫遐开讲咧。吼啊，因为这是文化的差异，所以咱的护国神山，即摆要去美国开工厂对无？人就伫遐讲，敢做会起来，敢有咱即款台湾神山的精神。吼啊，毋过若真正遮的迄个工程师走去美国，因真正会加足侪美国时间呢。有道理哦。对啊，就有道理。是，好来，即马道理伫遮两个，身份证甲倒落，是咩？啊，好，身份证。身份证。好来，身份证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啦，嘛袂歹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台湾上济会当改3摆名，啊，你敢知影？若是改身份证号码，是会使改1摆，还是袂当改咧？
是一摆还是袂当改咧？这唔捌想过呢哦。对啊，是啊。身份证号码有咧改吗？啊？来，你会咧？袂当改，袂当改，捌听过。是袂当改，对唔对？因为咱拢是惊即个海音，所以就是你的身份证号码，若准讲有迄款是啊，就迄款搞骗算，你就是会当甲改，去改一改尔，干那一改。啊，毋过我是感觉讲人拍拼较重要，啊，咱迄事嘛有人调工买厝啊，啥物拢调工要经事，因为因感觉是事事如意，哈。就是迄个文音读做事嘛，啊，你会当事事如意，所以你家己的意念较重要，嘿，啊，会当改一摆，我会有事，毋过我感觉讲，我嘛无需要去改，对啦，嘿啊，上好是莫改啦，嘿啦，哈，好来上尾啊哦，加油哦，回来啊差1000了，差1000哦，你若对，你就赢。好，咱来看下斗六的奖金有偌济，5000有9000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婚林斗六的地名来源是斗六门，不过伊毋是真正的门。请问伊是原住民的话声，还是风吹过草仔布的声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斗六门是原住民的，还是讲风吹过？哎，3、2、1，来。原住民的话声。哦，原住民的话声袂歹哦。就自信的咧，伊讲完，你是不是捌了解过？应该是讲我知影有一寡地名，譬如讲山地门，拢是原住民。对，所以应该是对这个方向去摇的。好来，原住民的话声对唔对？吹过的声应该是咻咻叫，甲斗六完全无关系。啊，咱这个斗六伊是斗六门，啊，毋过伊毋是真，其实毋是讲规个音啦，是干那因即个原住民族因咧掠即个鹿仔的时，因为咱以前嘉南平原其实是足侪迄款梅花鹿，啊，毋过就是。日本时代了后，因就是拢家掠等于做因迄个正价，嘿，对，啊，所以这梅花鹿就较少，啊，因掠着了后要庆祝，吼，啊，我袂晓迄个音，毋过听起来就是噜噜闷，迄款是因为是平埔族的，吼，啊，就是迄个声音，啊。就是有迄个门的声安尼，嘿，啊，所以就是斗六门，因为迄个斗六是因的平埔族的族名。啊，平埔族做名加迄个叫声安尼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刺激啦！好，来，咱即摆看下咱的成绩哦。是。好，来看咱心价。心价即嘛有33000。嘛是真悬啦。真悬。啊，咱的瑞嘉咧。即嘛有41000。好，即摆进来去咱的10秒大车机。10秒大千金，看图要属意。来看图就是看咱的图，有一个图互你，内面是有意思的哦，是咱的俗语。几个字咱就要，啊，毋过咱这是有算秒数的，咱即嘛奖金偌济？即嘛42000几秒？就是41秒啦。41秒真济哦，毋过安尼嘛是无够。既然拢来啊，咱就一定爱送啦。好，搁加30秒变71秒，好无？71秒就多。71秒真济，41000咯。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，来。我你下，伊嘴会讲啥物？伊嘴会讲啥物？阿爸，嘿，紧来，看，小姐，林菜做老爸，不是，5你，紧来，拢总41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提早偌济登记咧。41000咯。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是，请看头一个5个字，是啥物？去食光面，好，
吃了就讲，嘿，吃了就讲哦，来去吃关庙公，红关，所以叫你出去嘛，是多好好但是去食应该真瘦，这去食那就大。这去食敢若食甲真好，真好，营养袂歹，体格真好。好，来第二题啊，我来看一几秒。哦，咱即嘛，哦，够65秒咧，真紧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来继续哦，第二题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，请看，五个你，来，5个你写，伊嘴会讲什么？伊嘴会讲什么？阿爸，嘿，对，爸，嘿，紧来，来，看，想者，有一个老伙啊，有一个囡仔，嘿，什么爸？什么？林菜做老爸，林菜做老爸，不是，五个，紧嘞！你即嘛是咧倒位练？咧倒位？半路林老爸，这个，伊迄个英文也敢写人啦啊，对的，你应该写迄落，爱写公益啦，半路你就是老爸啦，白爱写出来，是 DAD， 我想讲啥？对嘛？好，来，咱就看个秒数。我袂歹，够38秒啦。上好甲把起来啦。好，咱一2秒就甲解决啦。上个是题啊哦。来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看，我你，伊咧创啥？伊咧钱盘。爱刀顶拢是啥物？哇，拢是代表亚亚。哦，这个。哇，真正爱拼才会赢，看到钱就是爱拼才会赢啦。哦，厉害！是，后来咱就看着秒数，啊，够32秒，就是32000块。好，咱就要给大家颁奖。来，恭喜！哎呦，高啦！奖牌啦！来，不要紧，咱这边的咱替人欢喜是好的，对啦。是，啊，不过嘛欢迎咱有咱华人朋友啦，然后有朋友啊想要去华人佚佗，嘛常来阮遐食个咖喱啊，啊，去中华食冰啊，是，食冰。好，来，咱同齐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今日来谢谢咱的龚老师，感谢咱翁旭荣翁老师辛苦咯！感谢大家，大家有机会到顶表来去，大家拢欢喜。谢谢。